广告 start 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美琴。副总统，副总统好，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我听讲各位拢是非常厉害的广告人才，这摆我决定要委托大家拍一支影片，爱甲大家讲花莲会当安怎佚佗。人来就好，3饭。哦，加水。这里哦，尝它头蒜头，来来，辛苦辛苦。哇，这是总统府吗？Oh my god！ 哇，到位咯！安尼啦，哥，安尼出场足气魄的哦。哇塞，上尾一届一定爱安尼啦。上尾一站来到咱花莲，对不？可能还有足重要的任务啦。最重要的任务，偌重要，最重要！什么意思？咱的车还有录影的呢。来，布置到安尼足水啊！要算什么游戏这哦？拍表啊！系啊，来啊，你一起来。但是会使吗小等下哦，小等下哦。一拄的任务就开始啊！我有看到，对，你看，花莲市啦，地名，乡镇。广告 start 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美琴。副总统，副总统好，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我听讲各位拢是非常厉害的广告人才，这摆我决定要委托大家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家拢知影，我真介意花莲，因为伊唔但有山有海，也阁有人情味，非常美丽，是一个真适合大家生活的好所在。所以我要请大家替花莲拍一支影片，爱甲大家讲花莲会当安怎佚佗。透过影片，让大家知影花莲是一个遐尔好的所在。花莲，哇塞！啊，你足大呢！哇，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我要将这个任务委托给广告 start 的各位，我真期待看到大家的成果。哦，知啊，哇，副总统，副总统，领收到，接收到啊！哇，这个任务真正这阿里拄则安尼石头直接安尼跌落来咧。但是我听到的较困难的是遐济所在，算讲要甲花莲上就侪物件爱放伫咧内底。对啊。算讲伊是。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这摆的委托任务啊吼，这个最后的任务就是爱甲大家讲，来花莲除了好山好水，阁会当安怎佚佗。不过根据这段时间，我对大家观察，我认为这个任务对恁来讲实在是伤简单咯。所以我特别对家影片，除了爱呈现来花莲会当安怎佚佗，阁爱替遮的乡镇设计一张主题海报。但是花莲遮尔大，是要翕倒位咧，就互运命来决定。看恁边仔的道具，请用飞镖来选出恁要去翕的所在。选到了后，就去看恁的车后斗。我已经替大家穿好道具啊！哇！好，啊，啥要先？安尼我想好啊啦。啊，你先来啊，你先来。因为我算讲是拄生囝嘛，一发就对啊，一发就对。啊，你要吓到我咧！来，到我这，小等。来哦，
风，好来准备哦，开始喽，射起来，射起来，射起来！哦，到位嘞！哎，红铃啊，红铃啊，我来准备哦，准备，开始喽！哎，到底是花莲到一个所在嘞？哎呦，哎，哎，秀林啊，你秀林的啊？秀林，糖果压轴。庞狗，试看卖啊！好啊，庞狗应该把酒爱，哎，你俩歪歪啊！试看卖安尼嘿嘿。你把酒要炸的无？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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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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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到位到位。这是倒位？这是倒看者看者。红兵，红兵呢？红兵，会使啦，这较我这嘛，红兵无人下骹嘛是红兵。就是对啊。啊，可是讲，阮食了了后壁有香啊，爱去看一个，哈，有啥物香啊？哎呦，拢有写地原来名。这香啊！小等下哦，拄则是红林屋嘛。红林屋嘛。小风，哦，这，哦，这有重哦。咁好睇。哎，真正有重哦。内面是放啥哈？黄金啊是啥？这，我提小看。风，你提我，足重的哦。哎，有重哦。哎，这黄金哦，黄金。石头啦。当然你提看。你提我，哦，这足重的，这内底石头的款。哎，歹去啊啦！哎呦，哎呦，哦哟，我是小红啊！好啦，甲伊两个拄则我是小红好啦，啊！无这先等咧边仔好啊。秀林来，哦，秀林有够重的，秀林有重。哦，有好，秀林这里哈。这我提。红兵啊，安尼好，安尼咱摕去头前。我去迄主舞台，讲有你，啊，够你做抓去，规组算我歹去，咱要叫扣钱。四个箱啊吼，要来开箱，无咱先开秀林吼。轻轻啊，开。哦，哈，这毋是你穿过？啊，这物件呢？无啦，哎，这是什么？这个有迄个公主的英文怎么讲？这我哪只先哈？先看到一张相啊，片。还有一张这恐龙，甲这是啥物啦？敢若有一个电影内底嘛有这种啊，哒啦啦啦啦。哦，所以有人爱伴，爱搬这爱搬，爱搬恐龙。恐龙哦。啊，等于讲，譬如讲我是这男主角，啊，你演恐龙甲我聊。有一个迄种画面。前头我唔是袂当做男主角，我看到我来这里这么一年拢咧做动物呢。对啊，你有动物园内底啊。花莲好山好水好佚佗，秀林底影片吼。内容是啥咧？哦，丛林沙滩车甲天空之行的完美照，王子甲公主的古锥的动物，啊，还有秀林海报。秀林海报特色主题，利用道具翕出一张较特色的海报。伊是用这个侏罗纪的广告 style 片。哦，所以讲有两件代，啊无，其实是三件。三件。现在等下，我看这个吼，我刚刚领到一点啊，我等下去洗下价一下。好啦，洗下价，好，歹势啦，歹势啦。哎，袂使偷看，袂使偷好啦，看。袂使偷看。人啊，地一个内底拢歹歹去。我等下在后壁就看见互 boss 讲这是人啊用歹。你就为伊薪水扣。一定会扣的，你放心。哎呦！你好，应该是蒙哥本人吼。对，你好，有交代你我知影恁哦。来遮拍影片啦吼。哎，你好。哎，我等下要甲恁教要安怎骑。所以你爱先教我骑这个沙滩车嘛。刷步车。刷步车对。哎，这刷步车敢会足紧的。是凊袂啦，油门在你控制，在阮控制就对啊。来，先抓恁的hand道路。hand道路。安道路。哎，来左转右转。哎，你搞，哎，踅的哎。你看我想要操场啊。有面毛啊，有面。有够面哦，足疼。真面。哦，左右哟。哎，左右来。好。有。倒手有一个黑色的，看到无？启动钮，这手边才有一个推杆，这叫油门，下边有一个排挡杆。好，有看到。哦，安尼无问题啊。无问题。哦，
哦，庞哥来对行，一个对一个。啦，你上尾。好啦，我上尾。好来，转弯。哦，出发喽！哎，在徛去倒位？哇！哎！哇！哎，这路无简单呢，这真正阿鸟尾我多入来的哦，啊无找无一个所在会使翕。哎，这敢若会使翕无？看起来就像咱的迄个侏罗纪的哦，这会使哦，我感觉这会使哦。这吗？嘿啊，这吗？对啊。为安尼去过去，迄风景足水的啊。对啊。强龙想要穿？强龙哦，无咱杨健啊。好啊，杨健。啊。好，来。大刀石头布。恁两个看啥？这是咱两个人的决斗啊吼。你是龙还是我是龙咧？加刀石头，我出石头。拄啊好。我看你做笑咩？你要45度的天气呢，进前40度你要死去啊！45度，啊穿起个恐龙的衫。原本想要帮伊穿迄领，但是想看卖嘛是感觉伊穿嘛是足适合的。来啊！小拿。伊是小拿，侏罗纪内底一只小拿。我感觉吼，伊是卖叮当。啊，稳当就好。稳当就好，嘿，你就先伫遮。爱远期等付出。哎呦，哎，就活泼的哦，袂热哦。阮背景爱有山吼，啊，你要甲公主抱是毋？你看定吗？你看定？我即马要逃跑1、2、3，啊！紧来，恐龙来啊！我就有钱，我就有钱。好，哎，紧嘞，雨衫要，你要刷？伊要着，好，啊，一个 fashion 的好不好？一个 fashion。好 fashion 的。无恐龙来遮，我多摆遮好啦。来。好，来一个 fashion。啊，我坐头前安尼，好这种的。啊，庞哥，你要徛咧后壁无？我现在飞选。我操！有吗？好，紧来透开。哇！外面好凉啊。规小风。哎，你看我的背，我的背。十倍秀。你拄则外头烫落来时阵就安尼啊。好，安尼。另外一个点吼。好。行。换车上车。行。上车上车。行。我来换车。行。来。哦，来看镜头这边哦，看镜头哦。我只镜咧头前的哦。哎，来看镜头哈。青春的感觉。好，来预备。耶，就我拍的哦。耶！来花莲胜哦。来，今麦是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青春洋溢。来，技能杀，技能杀。好，今麦笑，给笑。这么快一边啊！一边。哇，要去海边的边边，好近啊！
觉我家己人车合一，我嘛伫内底耍啊就欢喜，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开到足爽的，啊，拢感觉唔是咧拍片，无咧拍节目安尼，就是足享受的。啦啦啦啦啦。 拔倒啦！就是往住跳噶。你哪会拔倒啦？那安尼，阮即摆是要翕，就是恁咱任因为务啦。拄则吼，一直有人叫阮买啦，听到无？买。伫这边阮拢是买啊！阮咧去找动物，啊翕相安尼，我是一组一组翕，还是4个人做伙翕？拢会使。嘛，我甲伊嘛是做伙一组。你甲我转来，你甲我转来。阮两个若做伙，就敢若要去找迄玻璃啊！我恁两个打着玻璃。好啦，太下记安尼。好啦，来出发，好出发。哎呦，有钱啊 ！Hello， 你好。阮四个是公主甲王子。你四位是足有名的主持人。你好，多谢你，这阮叫这动物来，互恁来开门，互恁出来。开门哦，开门让他们出，可以啊。全部做出来要安怎？好，要紧。咱有这嘿啊，咱有这个吃，我们有上色。做出来什么？你也甲阮讲讲。来，阮一间啊一间。是行，我哋来走啊。无去种的啦，咱是小细人甲梅花鹿。因为这梅花鹿会使。主要是小朋友来讲嘛，使甲动物啦耍。对，翕相啊，可以触摸它们，啊，可以喂它们嘿。哎，无现场后壁就两只，使输去吧？哦，输去咧，啊，要饲因食啥？食桑叶。草啊。桑叶。啊，台叶做生水，嘿，台叶做生水。我想讲人婆是讲食胡萝卜。啊，胡萝卜。袂使是。袂使食伤济。咖啡，鼓励。你是我的启蒙啊！哦，你看，这只我饲的马。啊，够水啦，够水哦。安尼，阮两个恁史丹拜，好，恁史丹拜，来呀，史丹拜啊！哦，你那个没啥的啊？你个，你两只有相呢？电头问呢？咩？这只是牛吧？来，咩？哇！紧翕！紧翕！我爱看镜头。来，紧，单恋爱哦！紧单恋爱哦，足幸福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敢袂使？来检查相片一下。检查者。对啦，互你啦。他是会走去头前啊。伊会冲过哦。系啊。有够嫩的呢，羊毛背。这只咧无音声。就好耍，迄体验是无共款的。去的时阵天色已经较暗啊，无我感觉早时去一定足古锥的，因为迄鹿啊，啊个羊妹妹啊、羊啊，迄若早时看到，应该甲暗时看到感觉佫无共。啊，你嘛较袂惊讲你会家己手去互伊夹着，因为爱饲物件嘛。但是嘛是好耍，迄体验是无共款的。高子，进来，等你啊！来，较紧的啦。是活动啦。你是不是早顿？来，食啊！应该是痛风啊。你是痛风，唔是足重的。哦，足重的，我讲你提看卖啊，我提看啊。几点的？无啦，我拄爱刷坡骑骑车手一直海酸啊。哦，你在耍啦。是痛风吧？走落来，搁要开啊！好，来开啊！来，伫遮。我一箱啊。来，受风一箱。来，有够这。这里哦。莫挂着我手。对哦。足惊。哟。哎，你唔是兄弟袂咧惊？你放头壳，你放头壳。哎呦！啊，救生衣啦！救生衣，啊要创啊？救命！救人的哦。领不卡。哎，你来念。
花莲哦，好山好水好佚佗的寿丰底影片内容哦。内容嘿。白包溪、白包溪，秘密所在。嘿，还佫有即个鲢鱼。 拍辣拍俩，拍啦，洗车爱拍啦，打蜡打猎人，体验原住民的文化啦。吼，那安尼，阮的海埔的主题，水上的银珠，跳水。那安尼，阮的海埔的主题。 水上的银珠，跳水，也是出水的芙蓉啦。哦，就是安尼，你表演者。来，出水，好来，准备哦，来出水喽！ 1、2、3，1、2、3，哦，真正有出水的芙蓉呢，不是出水的水鬼。 但是我会使少问一个代志无？是想甲我救生衣体项啊？迄有的衫袂使项的变细领，你是唔知啊？是我有人摕。哦，袂使大呀！你这有讲我多救？所以，阮即个任务有2个，是不是？对。其实有3个，因为我爱翕海报，我爱翕黑啦，我爱翕电影片啊。对啦。所以足侪物件的。好，来，上上要紧，会使我们来跳啦，我们来跳啦，行，圣节啊！好来。刷咯，哇，这个刷咯，这个是要去倒位？无落塞哦。跳个啊！有一个，来啊！教练，迄是教练吧？应该是教练哦。这机的有哦，咱阮的扛棒的广告大豆的，大豆我有看。阮的衫啊！来了，好来，教练。哎，我是教练吗？你好。你好，这衫恁兜的吼？哎呀，你好。有碗呢，你看得碗无？你看，我有碗呢。巴蒂娜。我哪会遮白？对啊，教练，阿边咧穿好。我叫威廉。你好。啊，欢迎大家来到花莲。你好。北部溪，我知影你今日有一个任务。对。我有一个礼物爱互你。西瓜我大饼。为什么是西瓜？西瓜，这是可以咧起来哩，会使食是无？我知影今日时间无济，阮等下就去换装备，去行迄捷径山路，阮就去一个峡谷秘境。行较近的啦。时间较赶，伊要带阮行捷径。对，峡谷秘境。但是阮去捷径爱换衫无？嘿，阮等下就去遐换装备。同尾一个问题。好，我的 size。这上重要。懂我那有可能无你的 size 啦。免烦恼，免烦恼。这个滨江市是一个步道啦，林务局的一个步道。一个行路的所在啊。顺着这步道行，就会搁到一个秘境。这个溪吼，台湾吼只有一条溪有药啊。等下阮会使去看有药啊无？好哦。这里哦。这看起来。你介一个人就好啊哦。专注。袂歹。这有色啊，有色啊，袂歹哦，赞哦。会good哦。哇，它一个瀑布的吼。会使打水啊，会使打水啊。够冰啊！够冰嘞！你讲做热，今摆互你这水凉爽一下。这水有够清气的呢。
就温度流落来啊。这就三线的溪流，用天然的过滤安尼。真正是山泉水。对山泉水，富含矿物质。矿物质啊。啊，当然你拄仔讲有遮有迄个叶仔。 啊，我捡到是算我的吗？保障呢？无，阮咧爱护迄环境，阮这叶啊吼，就放了给它拍照一下，啊，就放上去。来山顶除了粪扫以外，啥物拢莫杂的。对哦，来做翕相就好啊。哎呦！哇！你看。 哟吼！哇，好高啊！是这种色啊！哟吼！水足清的呢，就亲像国外迄牛奶壶诶。对啊，哎对河流迄种诶。对啊。哎，我感觉最特别是这沙石，那是这种油的。系啊。迄看敢若火山泥，火山泥啊！咧路咧敷脸迄款的吼。阮找人咧敷脸，找人。啊，你敷脸者？我无。你会使看有叶啊无？哎，这真有机会啊！有啊。青色的哦。 我甲旁边两个青。你看，刚刚是这？哎是嘞。是啊，这个吹到啊！这就台湾叶啊！你财富自由啊！伊迄暴富就靠这啊！哎，你看，真正是诶青色台湾叶啊。系啊。哦，你打电话来。再找看卖，说不定有较大的。哦，你就找到那直接下班。安尼大家拢下班啦，大家。好思考，阮拢不爱接。哎，这个有一偌大地啦！对啦，较简单就叫啊。这是石头吧？我捡了一粒台湾呢。无啦，这石头啦。哎，这个是1000万。无，这差不多1000块，够有走。袂使，这袂使用这，袂使用钱的，这是无价值宝。恁哪拢摕有绿色的吼？系啊。绿色，有啊。喂，无笑。你迄是台湾时。啊，你的名哪会变安尼啦？台湾时块，我想讲。你的名哪？我想讲用的看较缘投无啊。会寒呢。对啊。哇。冰，即马阮要准备入去啊，有啥物爱注意的？对。那阮行路时阵，是。迄水有转落了，所以你要行要试探。骹步打好栽，嘿，骹步打好栽。啊，即马有一寡路，我会密切注意这天候。讲一点吼，万不你来咱说，真正无小心跋倒要安怎处理？哎，阮拢有生意，哦，所以你就放轻松。哦，不要慌，有救生衣就对了啦。哇，安尼倒你来刚刚就送诶。对啊。这是引就舒服诶。拜拜，我是。你刚刚水飞诶。卖紧张就好啊啦，吼，放好轻松。好。准备好了吗，各位？好。是。是大东。你刚刚就送诶。你刚刚，我没。跳嘞！金马打仗，起不起来？办法了。有。你刚刚就醒过来。河马下水。你刚刚前面。哎，女生也在躲在巴提后面，因为水流就较少了。我较大颗的布啊。先把都听哦。哇！哎，这里，这边会使卡起来。哇！对耶！回家。你啊，看起来较简单的，为什么爱骑车？当时车较简单嘛，这样有这会使滑。3点不动1点动，这样。3点不漏1点啦。哎，足急的哦，较注意的哦。好啊。刚刚你醒来。3点有当2点当。3点有当2点当。对。这里哦。
要拉，要这样拉，这样拉。来，哇，有够好耍的，有够脆铁的哦。哦！香蕉棍就食西瓜无？哎，香蕉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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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船了！哎，好辛苦啊！其实吼，我是惊水，我知影要撩起的时阵，我家己有惊。但是好你家知，自头到尾就是足好耍，无人受伤。颠倒是足享受伫咧行迄溪水的内面的迄种淡淡啊、冷冷啊，敢若细汉时阵咧耍水的迄种感觉。哎，头前啊！有头前啊吗？哎，阮搞。哎，这真正水较白较水呢。哇吼！等下吼，我就放牛食草。放牛。放油啦！放牛拢放了啊！哎，啊，等下想要跳水的人，阮就去遐啊，你跳水啦！啊，你就是恁两个啊！哦，跳水，因为咱爱拍一寡这属于这素材啦。是。对，爱甲这宣传的时阵才会使用啊。无问题啦，所以会使跳水就跳水，啊，翕相就翕相。其实平常时我是足惊水的，足惊死的。其实因为即马做老爸啊嘛，较唔敢做一寡这种动作。开始啊！好，开始。教练，你就来走。你是不是会惊？你怎么会惊无要紧？你脚咧踹。我无要踹。喂，你教练呢？哦。看起来足轻松诶。对啊。爸弟，你会使做一块花式的无？好啊，我就安尼嘛。安尼啊，都算，快些啊，讲安尼动作安尼，啊是安尼啊。安尼嘛。广告 start number one。yes。淡薄仔惊嘞。其实你那下看敢若无悬念了，其实徛在顶悬小可悬。真正淡薄仔悬。哦，拢着脚伤悬。还好，没事，无事。拍着脚。哦，足讲诶。你跳啊！好，来，擦头前啊，擦头前。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花莲省，来花莲省，花莲省。哦，花莲足好耍的啦，足刺激的。看到遐石头啊，还有迄个水啊，就会感觉莫名其妙的足欢喜。我感觉这是花莲大自然的魔法啦，对，就是互你原本压力足大的，但是去到遐你就会使随放松。休困者吼。哦，是。好，来。一人一块。哎，来。哎，这安尼遮水的所在，食西瓜是一种享受嘛。哦，我讲诶，来花莲就是安尼爽。就阿送你送啊。啊，恁等要去倒位？哦，我要先去拍啦。啊，然后我要去红林啊。嘿，我的经验是红林较顺啦。哦，啊，我有实在一个会使大，会使食的所在。刚卖钱。对啊，等钱啦，伊炒好啊。无啦，啊，大家会帮阮做啦。无啦，阮拍卡就免钱。我用 IG 甲拍卡免钱。刷脸是不是？有食什么我拢好啦。好。所以恁先去红林
同人较近安尼。好，我给你安排一下。好，多谢。哇，就是这样了哈。Alright，高啊 Hello， 欢迎您来。哎呦，恩导恩啊，你刚是威廉的朋友。我是早上那个朔溪教练有交代我们，对对，还有这个你好你好 ，boss 也有说一定要让你们吃得开心，住得舒服。好啦，这种恩导，我们广州拢恩导的啊。你好，你太讲。听讲威廉讲你讲拢还大好啊吼。我都处理好了，好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从这边出发。领导有够水的。啊，领导的厝顶那甲人拢无共款。拢尖尖吼。这是咱家的叫混纳羹，就是以前日本殖民时期的时候，我们家是种烟叶的。哦，你不是来说啦？对对。种烟呢？种烟呢？对。假黑混草。对。领导是大户吼。这叫啥物？富二代。参加啊！要那里要大房间。恁先去休困者，啊，我甲你穿好了的。哦，先休困者。旭日，带这间旭日。今仔日拢无吹到恁去呢。啊，你会使比啊？会使，叫比。哦，够亮的，紧嘞。哇！这大间诶。有一种迄落古色古香，古色古香。我刚才那个古早味。跟泡芒肯泡。地台湾哦，地台湾呢？哎，这规间拢茶头的，你看。而且内面足香的吼。香。这真正素食呢。厝顶。真正是足特别，因为用茶啦，日本时代做的。对啊。啊，伊外口看是粗粗的，你爱看啊，但是你看电视这边感觉就足怪的。对。爱粗怪。哎。哦，出现了！哦，真正跟他变魔术的。夸张呢啊！安尼就有啊咧。足青草的咧。跳一个就出现啊呢。哦，够妖的啦。低卡啦！哇！低卡！我上爱食鱼啊！这个我扣，盐丰鱼。啊，过来啊！哎呀，人来就2、3块呀！啊，那无你的位啦。我吃饱了啊，我帮你们服务点个鱼好了，好不好？谢谢我饭。点会啊？对，这个是淋上我们这个金门的高粱酒，对，成本这高呢？小心烫哦。有烫。其实小小的啦，然后再。你这有做盐红啊？这什么鱼啊？这个是台湾鲷。台湾鲷。对，我们凤林它是吃山泉水的，对，都不会有。因为你哪里？赶快啦！我吃的嘛，叫做是山泉水啦。就好啉的。这是控油鸡还是？这是我们凤林的客家桶仔鸡。汤油胖。哎，你看这个色多水，哎呦，冻好食对。哎呦，青草的啦吼。希望你食到介欢喜。谢谢。好，谢谢，感谢。豆豆享受吼。来啊哦！来，鱼哦，食鱼哦。好了。好食鱼吼，年有余哦。你食物件敢较最好食。今仔最要的，今仔规工啊，冇规工。哦，这毛到油的啦！哇，这真正食起来，真正无土味呢。你是发生什么代志？这真正是台湾鲷吗？食起来，肉拢无迄种的怪怪迄种土味。无土味，哦，这一定是用这好水啦，好山好水饲的啊。我感觉来到花莲，应该来到这。就是底下来吃啦。底下来吃。好大都好吃。啊，这是倒位？红林啊。对嘛。红林的箱啊。对啊。是还未开？来开看卖。我感觉这会使放入内底。宣传时阵叫大家来这边来。啊，对，这。哪食哪开好啊！对啊，安尼较袂生气。就上好诶。安尼放这。啊，恁哪食阮哪开？好啊，来，看来一个。啊，今日在红林，咱就先开红林好啊。好啊。红林。来。来。哎，看来。红林。来。来。哎，看
看卖者，足侪巴肚呢。这敢毋是食？这有食吧？这种烟啊。啊，这是一个阿嬷，一个阿嬷。这像阿嬷。伊的衫好看。啊，这是一个，这是咧。对咧。追风少年哦。啊？追风少年，这是较早奥多曼后壁的吧？无，你讲有脚踏车呢？图，无啦，无较好。追风我少年。来。哦。这是飞哥哦。是你要唱歌哦。花莲好山好水好佚佗的红林底影片内容，就是慢甲味好食的物件，需要利用以下的道具甲场地。头一个爱有2台脚踏车，道具。坐落来，伫咧翕的所在咧，有一个是海田花、餐花、脚踏车的步道，古早阿嬷的熏楼，红林的历史古厝，日本时代古厝，啊，过来咧，遮的特色，阮爱翕的海报就是2个人安尼相依爱、谈恋爱的迄种感觉。人掠着一支小雨伞，感觉。是毋是看到？拄则有讲到物件。对啊，就是咱住的所在啊。昏老啊，而且爱慢哦，慢的意思就是慢生活嘛。哦，爱就慢啦，较笑啦，笑笑啊。因为来花莲就是爱慢啦，慢才会使感受到遮的水啦。是。好啊。啊，所以遮应该是要互阮的提示咯。是啊。啊，即摆个以道找道啦，啊吼。对无？安尼较紧。对啊。好。明仔载咧找啦，先看一好，看一好。哎，那安尼不如这嘛跳跳好不好？跳跳好，上山。跳跳较困。这倒位的？红兵红兵啊，红兵吼。哎呦，真正衫。哇，这内底可是。这像有衫哈。我来。好。伊个遮短。花莲好山好水，好佚佗的红滨底片内容，展现花莲海洋之美。红滨海报特色主题。是大人老人有海。简单有老人啊，叫一个。啊，你个头早搁去理背着会使。唔免理啊，已经是拢白。这是阿伯吊家。哦，原来是安尼。老人穿的啊。啊，那有2领。啊，就2个老人。2个阿伯。你嘛是阿伯啦。看伊做一领甲好啊，真卖擦啦啦，无啦，真正食饭地大，食饭地大。哪食哪讲。了解就好。哎，我的弟你甲我用落去啊啦。哦。我拄则就一直咧看阮正边遐物件。哎，我有发现呢，有一个。这面色，这面色诶，是吗？咱进前去翕的物件呢？这面色，刚刚啊，咱制作的物件啦，哎，看卡呀，做伙看，火龙岩的，对。哇，我看卖者，我甲你介绍，好，你甲我介绍。因去耍的时阵对无？爱使拍卡，阮就摕手机啊，为遮安尼甲你翕，你就会使伫咧这个坑内面。这个坑哦，比如讲安尼，这个桶啊，这个桶啊内底。安尼哈。哦，安尼感觉啦，是哦，伊就是一个拍卡的声，最特别的吼，最特别。而且伊个会使做手势圈啊，啊，咱手势圈啊，啊，这嘛我感觉足调的。这是啥？就是讲吼，这烘吧。对，这下面这叫做烘炉。细汉时阵，比如讲，迄结婚的时阵，才看过吗？就是这。还个有诶，那个出狱的时候。对，是，真正，没错。阮咧，但是咧，这个礼盒对无？是看，你若带回去，你就会使碰米香，你会使烘吧。烘吧就会使上。对，啊，因为阮咧帮这下面这烘炉去烘炉去甲伊做广告。哦，哎这。我做了就是谁干呢？对。哇，这是啥物豆？够水的呢。这是一个人的面啊。当下有去做的迄落马赛克拼砖。那你会记得咱去做这时阵，佫有去交迄落图哦。伊讲我落雨，头家即摆唔知过了好无？应该是做好啊，应该宣传应该是过了就好。我甲你讲，这真正足感动的，因为伊这卖了足成本，价阮拢唔甘呢。这偌济啊？
这哦，阮是甲伊讲，至少爱卖1,000里啦。哦，啊，结果伊这伊嘛卖足俗，伊卖足俗，我卖一卖。因为这足俗的，足俗。恁这做是啥？这就是阮顶届去屏东，恁刚知影你去日本的时阵，去那个鸟居啊，新下的新下，拜拜。头顶有一个驻连神，喜美那哇，喜美那哇就是日本的喜美那哇，拢是台湾做的。是哦，所以阮这届就是甲伊的驻连神变甲无共的物件。这足水的呢。你这是要送我的对不？嘿啦，真正是恭喜。对啊，谢谢。我感觉就神奇的，就是为头一集开始，我嘛录这久啊。是。差不多半年啊，1年啊。我迄时阵还未做爸爸。你是要靠真的，无真的啊！我要靠真的。我是讲真的，啊，即马讲淡薄佫肥起来。哦，那时阵减肥了，即马都行到来。对我来讲，我感觉即届拄到每一个人，拢是深藏不露，拢是有家己厉害。大家迄种气氛是最好的。对我感觉不管是咧工课，还是你拢咧创作，迄个气氛是最重要。爱有迄个气氛，你才有法度去创作嘛。小等下，这可能是阮这组的哦。这是啥？哦，来，这是阿胖吗？当路烧，当路啦，嘿啦。阮帮这当路。除了当路，阮有做这个细汉的这个 DIY。我有查来。文创商品，你有查来？我有查来要送伊。哦。嘿，我有查来。你送哦。这两个是啥？这顶悬的图是我设的。这你画？这是我家己。一个阿嬷呢？因为啊，伊的头早是叶啊呢。嘿啊，阮顶届去台中的时阵有熟悉一个物件叫麻椅。麻椅。这是一个食物。哦。嘿，我爸爸是台中人，所以我有甲伊问过。背后有一个足温馨的故事，是因细个时阵拢是阿嬷煮互因食，所以因感觉这无歹创，但是有阿嬷的爱，所以这真重要。嘿，所以麻衣会使退火，所以阮有从这凉感时袂使凉感的时间，嘿，纸，出去佚佗会使穿吼。所以咱的辛苦是有价值的。无简单吼，因为我就介意团体生活，这个节目算是我头一个最重要的主持节目。真是足辛苦的，大家看为寒天迄甲热天，我已经互粒粒书叫我名叫擦擦滴啊！你看我的寒是流到真正是要气啊！就是足想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好节目安尼。而且你看，阮即马伫咧华人嘛，啊，因为地动的关系，大家拢无想要来。但是，这明明就有足侪会使食的啊，好耍的啊，好佚佗的所在啊。嘛是爱大家爱希望大家唔通就是为着地动对华人开始会惊。对，就是这嘛是足水的所在。系啊。我拄则去网络看到凤林这个所在，伫咧2014年的时阵，有加入一个国际组织，国际是万外的国际组织。是哦，你讲足侪国家拢有参加，台湾嘛其中一个。是凤林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所以国际有灵动的这，是。哇，厉害！灵动家对啊，足万外的。阿公牛杂，阿公牛杂，牛杂，这边阿公牛杂，食饱未？食饱未？你好，食饱，啊中昼还未食。哦，食饱，已经食饱啊！你甲阿公问。迄个所在伫咧倒位？会使。啊，你知影这是倒无？你有看过？嘿啊，你看过你有去过？还是这领导？还是你朋友的刀？这是看到我刀家的。这领导？领导家啦。还是这个阿
伯就是伊。是这边，敢是这边？无啦，应该唔是遮。咱就继续去找看。好啊，无就是阮分两组。二路。哦，阿伯你好啊，休困。阮先来无闲。好，健康哦。健康哦，平安哦。好。嘿，看见。好。好。电话联络啊。好。你怎唔讲电话紧条？无想要甲伊联络。这边就够水诶，翕一个，哎，1、2、3，耶！好，够水。好。诶，你都讲有健身，敢若嘛唔是遮，这敢若嘛是人旧厝。诶，敢若是遮呢，足新呢。我确定者。是吗？对啦。好。敢这摆？是吧？是这摆吧？敢是这？来看卖一个，手，对，有两排吼，后壁有椅啊，在厝顶，阿伯椅啊，两张。不错了哈。拢同款。阿妈你好。你好。嘿。哇哦。哇，高啊。嘿，对。是。您好，阿公你好，高早。食饱未？食饱。我来甲你开讲啦。嘿啊，阿公。你好，早安。阿公你几岁哈？要90吧。你90。哇，就勇敢的呢。我妈妈，你伫遐住偌久啊？哦，我在这边就住了差不多60年了。阿妈，这间厝看起来就有历史的，有啥物故事啊？是？啊，因迄内底吼，这个日本人吼。哦，这日本人起的啊？日本人日本时代伊起的啊，伊种3栋婚仔间，阮的大官啊，就有邻居嘛，伊就讲，翁先生啊，你来甲我帮忙啦，哦，所以你就来，熟悉。要光复了，第2次世界大战要光复的时候，还没有的时候，他就说，你搬进来住。哦，哇。我回去，我这个房子就给你住。哇，真好。民国唔知是60几年的时候，60几年的时，这个日本人主人，原本的他伊的查某囝，第二代又回来。一个来的时，伊就卡紧走迄厨房啊，迄个灶开呀。阮头家就问伊讲，你跑那么快，你进去做什么？他就说，你知道吗？那个洞哈，我差一点就给枪请怕死。是哦。从那么上前的时阵，对，迄枪子为遮壁遮有无？安尼。撑过去，他才12岁。伊讲好彩我看，立起来，很快就蹲下去这样子，那个就从我的头这样，为头壳安尼闪过。来，豆豆为头前行。好。无阮徛伫咧中央，阮像阿公的孙安尼。好不好？阿公做伙安尼，转来华联，算安尼。阿公你的手敢袂使互我揽一下？嘿，我嘛互我揽一下。1、2、3，耶！阮互阿公坐咧，坐咧，阮伫咧边仔俩铃，好，有爽无？阿公你少的时阵是做啥物的？农他做农啊，农的哦，是啊，进产的。你有拄着2次大战？对啊。哇！我读日本册读。你会晓讲日语哦？你会晓讲袂？袂晓讲。袂晓讲。会晓。会晓。普通的尔。无，你讲2句一个。要讲啥？卡玛多好食喂。你甲大家讲，大家好，欢迎来花莲安尼。嘿，欢迎。还有ございます哈。你嘛话天气热的是。
车我看。这，可能车，哎，落车。就是这吧吼。有啦，有啦，几多车多。好，来看卖者。迄相片就是敢遮，追风少年呐。来看这，看这。是遐。就遮啦。就遮。追风少年嘛，就讲迄图共款的。追风。哎呦。啊，这边哪分哈？无啊，这两个是淑女车啊，你看会出。哦，淑女车。好啦，咱先看，因为我感觉遮头拄仔晒遮风景足水的，所以伫遮徛空运车吼，翕了风景已经足赞的。遮足适合翕迄个油车过配油条的迄种感觉，单恋爱。单恋爱。单恋爱啦。遮足适合翕迄个油车过配油条的迄种感觉，单恋爱。单恋爱。单恋爱啦。过白气球，告白气球。对，过白气，我来分组一下啦吼，分组一下。还是我甲你单恋爱。我即马对你淡薄仔神啊，我换迄个雨衫好啊，因为阮两个300的，300的最适合。我把甲你抱过，还是我较好。阮来教我一个。一、两、三。这 LOVE。好。哎，会使，好。好，会使。安尼。好。小弟，啊，你O较悬的，O较悬的。啊 ，L 嘛较悬的。L 较悬。哎，啊，U 衫唔免，哎，对，好，会使。好来。好，一、两、三。好啊，换恁。你唔是爱抱伊？抱伊。伊载我啦，伊载我，我咧后壁个抱。好。伊载我咧后壁个抱。哎，恁徛空运车好啊。你讲这种感觉，小等，安尼较车咧，我感觉恁两个哪足适合的。来。我想要帮你。哦，哎，这角度有够水的。小等了，好。无可能吧？我真最好看。我嘛是坐头前，你坐后边，你就是阿庞哥少年的时阵。少年啊对。比对，减肥后的，减肥后的。就讲利用主题的吼。爱讲是你。减肥前减肥后。减肥药系讲过的。成功啊！出发！有够凉的，有够凉的啦！哦。驾车！坐地来驾车！哇！哎，这会使拍迄个 MV 呢？对啊。哇！这花莲的风，哇！日头足炎的，啊，毋过骑脚踏车的时阵，你就袂记日头足炎这件代志，你就因为阮迄个时阵骑的时阵，迄条路安尼直直看过去，敢若足像国外的景。你会袂记你伫咧花莲，你平常的工课的烦恼，你的脚步就会自然的放脚慢，就会甲边仔的朋友开讲，看风景，享受即个日头。受一寡你平常无时间想的物件。哇！哎，咱要来推广花莲，一定要去迄种大点啦。对。来这点嘛，来这就对啦。你看这点有大无啦？足大的啦。哎，这敢袂使？这会使去哩，这老推啦，敢若石头做的推啦，多一个点，3点啦。3点，对，来这就3点，第一点石什么？石推平。啊，挑战者，搁会使看到这边。海用，啊，搁看。第三，这头前。刷。哦，3啦。3点拢有。对。3点拢有，你看了。对，好。爱来。这会使背吗？老天都是天然哦。天然的，一推来行一个。对啊，老推哦。这拢天然的啊。啊，咱
连夜会使去山顶吼，去一下风景。好。哎，足悬的啦！足悬的哈。袂使为遐看，爱为顶悬看。好。哎，你要扶我好哦。好好。哇，够水啊！这边好，这边好。来，做会话，公狗 start 好不好？好。我一再往上上。一起喊那个公狗 start。公狗 start。 心脏，阿公，阿公啊，讲心脏病啦，紧个啦！阿海心脏病要举，紧个使无啦，使阿海心脏病要举起来。阿公，阿爸无人甲我扶一下吼。哎，拄才差点仔吹落呢。哎，要心脏病要举起来啊啦！我惊，我无塞车，我惊一中风拢我目屎拢连落啊！我超恐怖诶！头拄想讲，咱塞路拢无开电，迄拢暗搓搓，敢若目睭歹歹。目睭闭起。啊，真济阿海车。哎，不，哎，好啦，来到遮啦，已经看到海啊，对无？老人。系啊，啊，阮为内面行一个，好不好？来，阿婆你找好啊。大家行吼，大家行，好，来，好，来。来来，哦，阮这乖孙的六头够摆吼，哦，饲甲安尼，哦，阮这孙哦，哪会遮勇？哦，哎，你敢若阮兜迄只牛呢？我流嘴。你无发一两三，你就起来，我记载袂掉啦。就徛起你啊，对啊。袂使我袂起啦。袂使我白徛。哦，足美嘞，足美嘞。嗨，你们好。你好，阮来啊，你好。来甲你翕相啊啦，你遮这风景足水的呢。对，很漂亮。好，给牛你好。来，大家行吼，阿伯。阿伯豆豆行。阮是老人要来看海啦。好，那你慢慢走哈。对，这个地方叫项链。项链。花莲哦。项链，我们戴的项链，项链是一个当地的地名，它是指这一块排成一列的石头是祖先的项链。所以真正叫做花莲，不是打卡的所在呢。啊，这边早期是连外道路，所以早期因为就是某一种战列，然后其中一位勇士的项链洒落在这个地方。当族人找到他的时候，只找到项链。为了纪念这个勇士，就把这个地方取名为项链。当月亮升起的时候，那个就是男人的一颗头，光芒就是脖子，石头就是破碎的项链，守护着这块土地。哇，感动哎！头家就是原住民。对。阿密斯。Around the bear。Around the bear。过几个 ？Around the bear。Around the bear。贝尔姐。这名就水了。法文的。它的名字是造化的意思啊。哇，所以阮今麦会使去海边啊遐行行的。好，那你们先去，因为等一下我要准备餐点。大爷，糖我吃，糖我吃。啊，阮是去小等紧食饭。来。先来翕相谢谢。我听到食有哦，诶，拢好啊呢，食。会使走。对啊，老人与海就是这啦吼。来，你坐，咱撒看卖啊。坐啊，就莫撒安尼啦，吼，安尼较有。啊海，你较细腻，莫跋喺海内底吼。我来吼，底。哦，来哦，一两三。哦，来诶。来，就要看温馨吼，温馨。来，好玩，来，好玩，来，好玩，来，好玩。七彩戏嘛，翕得真水啊。对，这嘛袂歹。安尼换阮两个戏，我先帮你戏。温馨就羞的啊！哇！好来，一两三，过来哦，一两三，水，卡就长的。来，换你。会登去袂？别，来，一两三，来过一个，一两三，阿伯，你莫伫咧后边，你莫翕相啊！阿伯，我咧翕相啊！阿伯。
我想到我当初是，你为这边来台湾诶，你为遐收过来？对啊，来台湾的啦哈。后面讲有坐船啊。啊，我知啊，阿伯，你坐咧遮，你两个坐咧遮，你帮伊下风。哎呦，这行山地哦。不，啊，是。那我甲你去。好，还是这张要叫大仔去。大仔，你哪个跋倒啦？你是咱哪个朋友？一场。你是读卡？有哦，哦，阿公爱心。阿公爱心，阿公脸颊爱心。阿公脸颊爱心。脸颊爱心。好，你有够啊！好，来，今日换衫吼。换衫食饭。耶！的飞机上来呀！哇，大陆就要啊，穿个就切臭的呢，龙虾啦。对啊。啊，那个 The Fresh 你甲阮传这是啥物？这边主要还是以当地的食材去找。那除了这个是屏东的，然后最近去学他们的料理，所以基本上都是这边是肉的飞鱼季。对啊，肉的飞鱼季会是拿来去钓起来哦。今晚多就是对啊，这龙虾其实我们都是下去潜水哦，18米哦。18米去掠的。对，18米龙虾。基本上哦，早餐我们都习惯吃龙虾。哦。哇，恁贵那是。我这老人家还食了少。我想要伫遮大。这一定是恁手做的飞鱼辣酱，飞鱼辣酱，对，可以吃看看，它有点辣。安尼我食龙虾。我嘛想要吃。你们慢慢吃哦。好，谢谢的飞机。哎呦哇！多谢，的飞机啊，谢谢你哇，谢谢，漂亮了。哇，这龙虾你看。来，龙虾干杯！龙虾 cheers！别讲下。Everybody， 谢谢啊，谢谢的飞机。这几年连这做起来。哎，走回家。哦，够酷啊！够好吃。哦，花莲真正赞呢，好生好好食。哦，这真正是花莲落起来啊！哇！有对的。Oh my god！ 有包蒜头，长沙头的蒜头。我刚第一食饭就有气氛的，可以再看海哦。食咱原住民的这个山产，还有看这海。阮刷来个有一站个还袂去啦，毋过阮在遮会使先甲阮翕到的所在先讨论看卖。好，先讨论，因为足济。足济，来这几百张诶，对啊，3、4、5张。但是阮会使先甲迄个想要爱相片。对，想要爱主题，因为足好想的，比如讲公主、王子甲动物嘛，这一定是一个。啊，然后佫有迄个恐龙的，侏罗纪，好，安尼两个。啊，佫有拄只老人厉害，安尼3个。啊，佫有阮去骑脚踏车的，小有菜的4个。好，安尼4张海报，啊，佫有 vlog， 吼，啊，对吧 ？vlog 都一定咧翕嘛，吼。啊，佫有啥？无啊嘛，吼。好，安尼啊写天空之镜啊，天空之镜，安尼5个。啊，这个月阮先拿收。好啊。生水无？生水敢有海报？有啊，生水嘛海报。张呢？生水嘛，海报咧6张咧。简单的 slogan 就好。譬如讲，这会使讲来花莲量一下。哦。对，来量一下，量细啊，量细。好，会使，我直接记起来。来花莲量一下。好，来花莲量一下。量一下，量一下，迄一下像有夏天的夏。谐音梗喺台湾上介意。量一下。我在威中就最。花莲下面量一下，对啊。会使谐音梗安尼。对啊。对啊。啊，看卡车先送一个。送一个。啊，什么送一个？慢步呀，送一个。还是笑哦。因为笑嘛，笑嗨嗨嘛，大家拿笑。哦，拿笑。就好笑安尼。啊，佫有甲动物的，会使讲是像迄个甲恐龙的。恐龙是自然，还是甲沙滩车有关系？就是紧啊，速度这种的字，速度来，速速
我咁样缩起来啊！缩花洞，缩发动，花东，因为花东其实定是对啊，连做伙。哦，你隔壁呢？我先写啦，啊，要改才改吼。速花东。OK， 咱即马要去咱拍蜡只学校，就在这附近啊啦。这边是寿丰哦。寿丰啊，寿丰。啊，顶关有扛棒，老姐。哇，哇，今仔少好耍的哦。一间学校啦。拍蜡，来，抓起来。来，得了，哎，马上跳嘞！欢迎来到举赖猎人学校，我叫古力，我先讲了一个，欢迎你们。那首先我们要先着装。好，接下来我们要跳进场。好，你可以吗？跳步，手打开。打开，左上右下，左手在上面，右手在下面。大姐，稍等哦，这样，左上右下，快点了，来。好，一这边，踩下去，二后脚，换脚，踩，可以了吗？我自己脱。来，1、2、3、4。5、6、7、8，好嗨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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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呀，好厉呀，好嗨呀，噔噔噔，好嗨呀，好嗨呀，黄哥你讲一声，好嗨呀，好厉呀，好厉呀，好嗨呀，是。然后换了主林了，真正有氧运动哦，嗨呀！我笑到我拄只目睭都闭袂开耶。对啊，袂歹耍，就好耍诶，迄气温规拢起来，拢起来啊，就热烈咧。对，跳舞搁再减肥，两个要跳2点，还有力气吗？有，有在我来啊。你头多一开始我跳唔对。对啊。好，我们下一个节目是要去射箭，那我们射箭之前，先请那个我们的长老倒一杯酒。哦，喝酒了，喝酒了。教练，教练，大家好，我好，大家好，教练是不是已经喝了？你已经立马了。咁知啊，等下要创。等下应该是拍啦。哦，白个啉酒，酒哦，今仔先敬神。先敬神。啊，来，kemudian setelah itu bulan aku, amo tadi kamu punya maka tahu kau tadi kami, jika budi kamu amo saya sekarang ya, caca, sudah mau, dah, ya, amo tu, ini, dah, ni sudah mau, wah kemasan, dah, jika nak, yang cicu ya, 啊，丢佬，你头拄讲迄传迄是啥物意思？嘿啊，是啥物意思？甲山神公来食。三酒喝安尼。来拍酒，公来食。伫遮安尼啉了。啊，你你就久的咧。水咧。咁冇客氣，咁啊。是0500cc。这有套酒呢。好啉哦。好啉，真正好啉，酒精浓度嘛。你确定烧到我都水？我可能会写到伊。我看即摆是趣味。有哦。Oh my god！ 哎呀妈，滴滴酸水，酸水嘿。啊是啊。哎呀。内面无酒爱安尼吗？系啊，我就袂记你讲安尼。哦。到后边。下。
哦，来。哦嗨嘿呀！你在酒店上班，你都有在练。你敢若足趣你在酒店上班呢，你练甲遮顺。好啉，真正顺，真正顺。哦嗨嘿呀！你在酒店上班，你都有在练。你敢若足趣你在酒店上班呢，你练甲遮顺。好啉，真正顺，真正顺。好，但是你肯定，咱爱啉酒啉了，下这，下了后下冰。虾子，下子，那是虾煎了。下阵，来呀！好，行，表演，互你表演。哎，对。哇，你看这大金诶！阿比斯的传承。哎，对，哇，这是比赛用的啦，哦，真的，好。味道开始。为遮开始。为遮开始。倒酒是姜啦，哈，倒酒是姜。好，架手是架手芳。哎，鸡。架手。哎，好嘞。三支，哎，3支哈，来，倒手杀，架手牛，来，好嘞，好。来一盖哦。好，来一盖哦。哇，菜是看不出来，应该是红色的哦。你个啉烧酒了，佫会使遐准。哇，愈醉愈好，愈醉愈准啊！对对，来，我来试看卖。所以这红红的爱对准嘛，在下骹。对，下骹对。你的手摸，摸字，你再袂使。放掉。好。山顶伫咧头前啊！山顶来啊！山顶来啊！哟！袂歹。接话，来，我你写。哦，哎，你查某用这啦。好。有差吗？有，较定，较定。较头前袂用哦，后壁你看好准哦。右脸颊。哦。右脸颊。哦。你再讲一摆。你是写过宠物呢？你莫写过宠物。哦，是，够有哦。下。自救有下掉。有下掉哈。好，好，来，后一个。阿胖。来，这是空的哦。我刚刚最搞笑，其实嘛是尴尬。哎呦，歪去哦，安就袂使哈。哎呦，你是不是恁伤多啦？若是我你的囡仔，我是你的囡仔，我会咬死。你可能在这学校。无啦，我都毕业。你无夹到你无夹到你会走起来啦。哦，安尼啦。哎呀，哦，这酷水有哦，这酷水有哦。有。哦！哎，你是你两个小脸，你两个小脸，你试过没？来。哦。杀手。哦，这个厉害哦。杀手。啊，放掉是，我需要有哦。Go！哟。那别送我不下去啊！就想要搁耍两支的。搁耍啊！哎，手会抖哎，刚喝酒手会抖哎。刷落来，这是啥？刷落来就是咧蒸麻糍。蒸麻糍，我无蒸过咧。有的人是安尼，有的人是饼混水安尼。哦，这拍棒球两边咱拍哦。开始。卡一定要打土咧，啊，无再变落哦，变落啥，大家拢免食。搓。哦，两个做伙了，哎，搓，刷落来抹油了。这是我的工课。哎，油先抹嘛。啊，要怎抹？抹。A B 的点。对。点蛋的咯，滚下点。两支拢爱抹。对。看起来超专业哦。哎呦，厉害嘞，这个有练过哦。卖后边休啦，卖手关啦。哦，卖手关。真的专吃。你接触到迄个麻糍的所在，不接抹尔。对。哦。所以抹。加薄个啫。薄薄一球就好。还用好嚼。好，安尼。会使吗 ？OK。OK。这个包个无包。哇，安那有番薯呢。
到了。转播吗？有。累死你！卖啦，卖啦，卖转播啦。哦，要示范吗？要示范啦。哦，喜欢啦。哎，你应该鼓励是。鼓励。来，鼓励。哇，恁节奏哇好。哦。要大了。哦。有。哇。真的呢。哇。这看庭走人会使用。阿密斯的查甫人拢足强的。唔知哦。哎，我郎。好。我郎。还有体力吗？鼓励。这个大概还有1000下。还有1000下。哎，差不多。我感觉阿鹏爱加用。这是来练身体的吼。来，你先吗？有。好来。无法度嘞。来。Yes。阿鹏爱小准者。落去起来小准者。嘿。嘿咻。嘿咻。这应该有3公斤吧。嘿咻。嘿咻。嘿咻。啊嘿咻。换人，小等咧，体验一下。嘿，这手啊。嘿，体验一下。啊你较把另外啦，也这较重。你手做下来了。哎，走，咻，哎，拉不起来。嘿，嘿咻嘿咻嘿咻呀，吼嗨呀，吼嗨呀，吼嗨呀，嘿耶呀，吼嘿耶呀，吼嗨呀。还2嘛？哎，说你。对，哎，开始感到迄饭店在念嘛呢？开始在念嘛？哦，迄笔的hình嘛无去啊，拍到拢平去啊。哦，这真哦，我是爱换队友，我换一个人，我不是，哦，你两个，我你两个。等下转嘴烂的。你有辛苦。你是在抬人呢？这个讲长远啊，对吧？哎呀，我早咧，还佫500届。还佫500届。 500届。是不是袂使看到你的形状？对。哦，那都滚了啊！哦，阿娘，我刚气死呢哈！来，辛苦。进这个张路吼，来。听食。哇！足轻的呢。赞！我惊到咧！我真正惊到呢。啊，你惊甲你丁孙拢走出来呢。哇！应该是迄石头有加分这才是真正石头火锅。连每当人拿食，咱来讨论。哦，阿伯讨论说。对啦，我嘛是正是爱做啦。啊，我拄则有想到一个恐龙的。啊，恐龙安怎？阮大家毋是为头前走吗？冲吧，去花莲。哦，会使，大家冲去花莲。冲，我的冲惊叹号。去花莲。嘿，这个袂歹哦，简单。啊，我先写。对，桥都歹嘛去，啊，人行路的嘛当去，啊，恐龙嘛要去花莲。水池啊，迄敢爱想？爱想，迄还袂想着，还袂想着。老人就是养老，慢生活。老人嘛嗨。哦，嗨。哦，老人也嗨。我有想到一个做伙生甲老。哦，好。做伙生甲老会使。对，做伙生甲老。玩到老。好朋友来花莲，不管是少年人还是老大人，拢会使。是大人。这嘛会使。来。哇！哎，就个无食就这些。来，是黑吗？哇！这几天大家辛苦了，刷落来就是大家最后一摆成果发表。这摆当然是由委托人
也就是副总统亲自验收，请大家一定要表现上好的成果，嘛爱甲副总统报告摄影时阵的感想，甲当初设计影片的理念。当然，阁有我对家的海报宣传，嘛爱做伙呈现哦。大家爱加油，唔通伫最后一摆甲我闹开嘿！哦，真系加油！加油！加油！好哟，紧张的咧！哇，起价舞配啊！来，丢了，这是 boss 要送我你，交代要送我你。哇，这是总统府吗？这总统府哪个去这？是个所在？啊，Triple W 的 President 总统 Government 台湾哦，政府单位啦。有枪！Oh my god！ 来邀请公告 start， 肖志伟、董仔、乌山、阿庞、9月16号去总统府展现上后的成果。总统府。哇！哦，那安尼啊，哇！其实今摆已经咧紧张。我看嘛，我的 slogan， 收起来，收起来。这真正是民主问题啊！真正民主问题啊！国家级的任务啊！对，国家任务啊啦！哇！咱爱稳定，好，来，爱表现好。加油！好，加油姐，信心画一下吼。好，来，1、2、3，公告 start， 加油！我会买，后边讲咩？差不多，讲。我靠近。我迄两张我看卖一下。哇，这是我的，来花莲来。大家好，副总统好，你好，大家辛苦啊呢，辛苦啊！恁走一抓花莲，好胜，就水耶！这，啊，袂使坐。对，阮两边报告。介绍一下，副总统你好，我是公告 start， 我是乌山，我是东啊，我是地贝，我是阿庞。好，欢迎大家来到总统府，我嘛真期待看大家伫花莲佚佗甲安那。是，阮即届嘛真欢喜，有受到副总统你的委托，花莲阮完成啊，完成啊。阮完成啊，所以阮即几工伫花莲吼有翕了足侪好看的相片，阁有足侪短影片，所以今日要伫即个台湾自由度上悬的所在，甲副总统介绍阮的短影片。嘿，来。首先阮先介绍，因为阮有踩点，就是去足侪所在去翕卡，去翕迄海报，主要是要互少年人看到讲哦，原来遮会使耍遮的物件。第一个就是我来介绍一个，阮去的所在，这个所在是花莲上出名的就是海景，所以呢，阮有去海边，甲大家讲时大人嘛会使去迄边，泡茶、啉咖啡、看风景安尼。所以阮的这个海报的 slogan 就是到花莲做伙耍甲老。阮希望讲希望讲来去花莲会使住囡仔时，还是你大汉拢会使耍。所以甚至讲你好朋友会使做伙来花莲耍甲老。对，就是一家三代拢有通去佚佗，大家拢有通去佚佗。是。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花莲上出名的就是天空之镜，这个所在哦，拍影片啊是相片拢是足好看的，所以。 这个 slogan 就是来花莲拄着上水的家己。啊，恁大家拢有翕相翕水水的。对，你会使看卖一个。原本阮人歹歹去遐拢变水。嘿啊，看看恁两个偌歹的。环境好，嘿。加古水，加水呢。好，刷落来，我这两张呢，其实是同一个所在，就是伫咧凤林。啊，因为这个所在叫做追风少年，就是大家会使去遐骑脚踏车。啊，阮家己想的 slogan 就是花莲遇到爱，花莲去拄着爱。因为呢，你会使去遐谈恋爱，啊，爸爸妈妈会使去遐放轻松，吼，啊去骑脚踏车，因为迄规抓哦，阮骑甲足欢喜，佮足感动的安尼。你若是一个人的话，你去花莲，有可能拄着你的另外一半。这个意思，对。好，这是凤林。对啊，有一个足古锥的，就是这是 LOVE 哦。哎，对。够我懂。哎。伊的衣甲减一条。哎这你会使家己想讲是爸爸甲查某囝嘛是会使。阿妹。阿公啊。哦，安尼啊，甲副总统小报告一下吼，我这个花莲的秀林翕的，啊，主要因为花莲除了风景好，遐生态嘛足好的。啊，阮去秀林遐有一个动物园园吼，遐足好耍的，足侪迄种草泥马，还是羊仔会使去遐耍。所以阮即届咧，阮就化身即个王子甲公主，哦，去甲动物仔做伙耍。啊，阮叫合作花莲动起来，动物仔会动。所以看到咱动物仔还有公主甲，啊，恁搁穿甲安尼。对。我伫花莲遐侪当也搁毋捌去过食。这足好耍诶，真正足古锥诶，足疗愈哦。对，搁有水池啊。因为这个小小这动物园吼，内底会使甲动物耍啦。哦，鹿啊，对，台湾回来是本土的。本土的。对。小朋友一定就介意。看伊这黑白色彩，甲阮斗猫啊，就是。哦。是讲这较大只。对。这较大。啊，说来吼，因为去花莲一定爱去了解耍水。啊，即届阮有去上山嘛，去耍水。啊，即届阮就这个 slogan 叫来花莲凉一下，来花莲凉一下安尼。啊，当然哦，除了讲有好山会使去爬，啊，了水，啊，佫有一寡就是会使行迄落沙滩车，迄就是较刺激。嘿，啊，少年啊，因为足爱的，所以唔管吼，你有啥物想法，是要食好食的，要踅街，啊，要谈恋爱，还是要刺激的，花莲拢总有。所以阮遮就是一个 slogan 是冲啊！来去花莲，冲啊！而且阮感觉花莲迄个所在实在足自然、足水的，敢若一去了就会发现，敢若去迄个侏罗纪公园咁。对啊，这只是啊。这只是伊穿的。哦，这只是你哦。我穿啊，你伫咧海边哦。我要钓沙。来啊！啊，无我想讲花莲哪有这？迄算讲外来种啊。外来种哦。心态就好，啥物动物拢有。较笑亏的啊。好。生水。哦，生水盖看起来盖凉吼。哦，真正就好耍诶。哦。这是有专业的人甲你带对无？一定爱，一定爱。教练吼。生水、跳水啊。拢会使。咱嘛要叫大家想要去佚佗，嘛要顾安全。对，讲对。一定爱对专业的做伙来。是。海报看了咧。佫有足重要的，就是阮的影片，是哦，绝对互你满意。阮的这个短影片，算讲伫阮这几工内底，算啊足侪好看的所在、水的所在，阮甲放喺60秒，差不多40秒至60秒短影片。看一下，咱做伙来看。Start。
真好耍吼。对啊，而且遐个乡亲嘛，看到阮去要甲因介绍，伊嘛足欢喜的，大家拢足热情的。花莲就已经经历了。真正。啊，影片看了了啊，你若是有想要改，嘛是阁会使。啊，因为阮影片吼有 A 卡比甲 B 卡比。播出之前啊，B 卡比甲这有啥无共？可能会使互你上一句歌字卡啦。啊，若是副总统的话，伊可能会使到 Z 卡比拢袂。较是要食的物啊较济，还是要风景较济？哦，来，歹势，阮博士阁有话要讲啊。有交代。有交代啊。感谢副总统一摆委托，大家影片嘛顺利完成啊。虽然这是因最后一摆的任务，嘛是爱请副总统看因的表现评分，麻烦副总统咯。副总统请，副总统请。好，要来评分啊。上重要的时阵。啊，恁若是恁家己要评分，要评偌济？哇！啊，你家己有满意无？我差不多87分，袂使搁较悬啊。都有满意哦。好，金鳌奖啦，吼，好来，安尼1分。10分。安尼2分。20分啦吼，30分啦吼。40分。有无？来。哎，较冷静，即届任务甲顶届也是进前有小可无共。因为这对阮来讲，应该是上大的一个课时。啊，等于讲这已经算讲是一个国家级的任务啊。你若无做好，这真正广告 start 头前的19集拢去了啊，迄种感觉。及格啊！及格！无够，没啦。拄啊，像讲拍甲足乌的。你看我的面拢无共色。好，然后拍乌的搁加10分。我穿迄个恐龙的衫，就热吼，就热，就恐怖的。有热掉，再加10分。啊，搁有伊啦，伊30公斤啦咧。你意思是讲去花莲佚佗会当减肥？会当减肥，踢踏车。哦，我咧运动啦，对无？运动爬山、耍水拢会当减肥。好，30公斤，搁加10分。报时讲来啊，好，应该听完吧？听完。这摆当然特别是由副总统验收，嘛是各位广告 start 公司的员工这季的颁奖典礼。大家这几个月真正是非常辛苦，不过恁的辛苦我拢真清楚，所以我准备几来特别的奖项，搁特别邀请副总统来颁奖。即摆搁有奖哦，除了100分以外，吼，咱即摆也搁有奖哦。咱这个奖叫最佳导演奖。好来，得奖者是8弟。8弟。我较早吼收水500公尺拢唔免换。你哪有啥？我拢收水去骗我食早餐。我较早上水哦，拢免用手的。哦，这款妹妹吼，我较早一个人拍10个啦。查某人千万唔通剩一支嘴。小等一下。像讲查某人敢若剩一支嘴，来，搁剩一支手。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查某人唔通剩一支嘴，大丈夫，为你剩一支手。多谢副总统。好，恭喜！金鳌奖，好来。好，第2个奖叫是美术设计。美术设计。美术设计奖。第2奖的是巫山。巫山，好来，恭喜！咪姨的阿嬷。咱来看你画。规气，伊个头毛变做麻衣叶啊！你的面严肃。哦，你真有才华吼！来，请请。嘛。阮拄只讨论。哦，恭喜！多谢，真有才华，好。多谢副总统。
精算师啦。哎，高算钱啦。哦，咱来看上上高算钱，得奖者是党的。中文就几千块，罐头加租衣服，我们也1000块以内搞定啊。其他遐村内钱是啥？假发呢？假发爱吃啊，我分掉。啊，对的，就是内面有5万块啦，点看卖。其实5万块，敢若不了济呢，还是咱是真假的呢？还是我提这回去台北？公益广告30至60秒，少一张，不是啊，打8折啦，拜托。我们不是，我跟你说，我们2个可以再另外帮你们曝光啊。哎，对。你们公司我们先到，不用算以前，先到，对不对？可以。我们2个帮你曝光，但你们算我们80，最高省，还容易。就拍谁？多谢。好，后一个奖叫救援奖，救援哦，啊，这嘛是算最关键吼。得奖者阿庞。我弄会声。哎，我我算这家里人也袂歹吼。哎呀，你我做老师啊。了事如行，天告一段。有啥物代志问我阿爸啥？你敢若就信逐工哦，下晡4点有一台车经过阮家楼骹，拢安尼喊。阿米刷，蚂蚱。哇！恭喜！系啊，大家拢靠你救。动作设计奖。哦哟。有2个得奖者呢，乌山甲党的。哦，什么动作设计？彩带，对，嗨，恭喜！多谢副总统，来，哪里？好，即摆第6奖哦，最后一个奖，叫做玩乐规划佚佗的规划。哇，得奖者嘛是有2位哦。哇！等下你今仔奖足济哦，等下甲8弟。好几张会有这个漂亮呢，转出来就会洗转呢。来第2张花柳叶，有无？产出漂亮的花柳无？好，来第3张猫来过冬。耶，第4张猫来过冬的出道。对了，哎呀，愈来愈水啊嘞！耶，这是好人国秀。完成咯！安尼就早去换你的小礼物咯。新北市的贡寮，就够追诶。就是几个拍卡的店，先起来啊。哇！来，恭喜！对啊，就这回忆吼。大家唔知要对佚佗找恁的点。找阮就对哦，我会甲上好的店上高佚佗的。谢谢。算了心钱啊，对啊。大家虽然足辛苦，但是真有成就感，对不？爱好好珍惜家己爱的人，因为阮去做的广告，足侪拢是老师，无就是伊嘛无后一代家己传落去。所以希望大家看这部时阵，会使感受到阮为虾米爱把这款物件翕落来，甲大家讲因的故事。对，重点是阮发挥阮的创意去帮人解决问题，我实在是足欢喜。感觉广告 start 这台车最重要。
着会使带足侪人去看无共款的台湾。公告 Stop， 大新歌。